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3，诗篇84篇20安尼讲：上主，万军的统帅啊，你徛起的所在，予人遐尼意爱。我恋慕上主的城，到要昏去。我的心神永活的上帝，欢喜唱歌。三甲来祈祷，愿明你欢喜唱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、公平、公义、良善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满有人民、恩惠、慈悲、赦免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愿伫你的殿内少念你的慈爱，愿要出声来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愿要大声来讲起你奇妙的作为，因为你予你的面照光阮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。主啊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予阮拢欢喜。主啊，除你以外，伫天里阮有治罪；你以外，伫地里阮无所羡慕。主啊，你徛起的所在，予阮遐尼意爱。愿恋慕你的城，到要昏去。阮的心神永远上帝，你来欢喜唱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